等下讲了后下课了时间当场可能会留一寡时间，互大家问问题啦毋过迄时间真短若是讲会后大家抑阁有啥物问题有啥物意见要讨论的嘛欢迎大家会使阁甲我讨论会使加我迄个面册做朋友啦FB 做朋友我甲我的迄个我面册迄个名拍点咱即个信息者就用带落拼音的注音带落拼音的名无拍声调会使甲我做朋友毋过你若是要甲我做朋友，爱甲我讲你是有来参加咱今仔日即个即个活动因为即马网络顶头有当时若是我毋知影来历毋知影是啥物人，我就无啥敢同意啦，无啥敢同意讲做朋友若无有当时会有一寡广告一寡无想要看到的信息所以若是要甲我做朋友除了讲送出邀请以外爱甲我讲你是有来参加咱即场的即个演讲好，安尼咱即马时间拄好到咱就对即马开始歹势先甲大家回一个失礼因为我这脑后无啥好所以伫讲的时阵会真吵大家会听到我清脑后的声迄是一个歹习惯毋过迄嘛是较早少年的时阵毋知影通保养迄当阵上课上伤过济课搁迄当阵拢无用麦克一班有当时40-50个、50-60个人所以脑后无好保养所以有当时大家就会听到我清脑后的声较吵，对大家较歹势好，安尼咱即马就开始讲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我先分享画面搁有就是讲今日较进前线顶上课的经验就是讲我若拍开镜头，有当时会影响到速度有当时讲话就袂连续会听袂清楚所以我就即马开始我就甲我的即个镜头关掉好我即马先分享我的画面。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咱台语的文白文白圆读，就是读册音甲白话音另外就是咱台语的腔口本来文白圆读就是一个主题啦甲腔口有关系，但是毋是讲完全有关系啦一部分有关系本来我想讲若敢若讲文白圆读可能即个2点钟时间有较长一点当然敢若要讲文白圆读要讲10几点钟嘛是会使讲啦毋过若是要互大家有一寡基本概念应该是1点钟1点钟通就有够所以后来我佫甲伊加一个有关即个腔口的问题顺续讲一寡重点也是放伫咱即个文白圆读的所在我讲伊有一寡关系，就是讲这拢是牵涉到咱台语一字多音的问题就是讲一字毋拿一音毋拿一音较接互人注意到的是即个文白圆读，圆读就是因的差别的读法就是读册音甲白话音无共音毋过有一寡一字有超过一个音以上的。无一定是文白圆读抑阁有足侪种一字多音的现象今仔要讲的主题，我甲分做几部分。头一个就是文白圆读的现象，咱先对实例来看啥物是文白圆读。第二点就是要讲文白
文笔分用的取向，就讲啥款啥款文体、啥款语词，咱较会用文读音、读册音啊。啊，啥款语词、啥款文体、啥款场合，咱较会用白话音。这毋是绝对的哈，但是有一个大体上的取向啊。过来，咱讲今仔要讲的主题文编语读主要是一字多音啊。啊，一字多音的现象，除了有文编语读以外，嘛有破音。咱若讲到一字多音，头一个可能想到华语有迄个破音字啊，破音，迄嘛是一字多音。但是台语的文编语读，甲华语的破音有关系，但是无完全共款啊。台语嘛有破音啊，较早传统的汉语啊，讲叫做高破音啊，高破音，高就是高啊哈，大高高迄个高啊，高破音，就是即个普通是读什么音，但是即个所在爱破除本来你所想的迄个想法啊，迄个读音爱读做另外一个音，就是甲华语迄个破音共款意思，这个华语咱通常较常讲到破音字啊，比如讲中央高中迄个中甲中就是破音。台语嘛有破音但是台语除了破音以外，还佫有文白语读，这是甲华语较无共款嘛毋是讲无共款啦，就是讲台语的文白语读的现象较普遍，华语嘛是有文白语读就讲。学问、学生的学较早阮读小学的时阵，还佫有一个音，讲念做小，小是白话音。即马咱较罕去用即个音毋过北京人、中国人因的口语确实是直接会讲到即个音华语嘛是有文白语读，毋过台语甲华语比较起来，文白语读的现象佫较普遍这个汉语各种方言，不管台语、华语、客话、广东话、上海话，拢有文白语读。直接来各种汉语相关的语言内面，河洛话是文白语读迄个比例上介悬的这咱等下会讲到是安怎河洛话甲其他的语言比较起来，迄个文白语读的比例会遐尼悬再来文白语读甲属音，属音就是讲照咱即马教育部的定义属音就是讲迄字无毋对，但是音走进去音读了走进去，有可能像华语咱袂晓念右边读边还是讲台语本来有台语的音，但是叫华语影响着读做别款音伊的音无伊的字无毋对，意思嘛无毋对，但是音呢小可走进去迄种叫做属音这嘛毋是文白语读过来训读，训读即个训是迄个训诂学迄个训的意思，毋是要甲人教师要甲人教训迄个训训诂古早人的解说是讲。用即摆的话语去解说古早人的话语讲较快一点就是讲用大家较好理解的语词来解说较清楚的遐语词就敢若用白话去注解文言共款。咱伫语言学内面一般所讲的训读是讲两个语言接触了后有一寡字咱袂晓写咱照用别个语言的写法毋过用咱家己的口语来念用咱的口语讲咱的话，但是写字毋知影字要安怎写照用别种语言来写譬如讲我的、你的迄个无确定讲到底要写倒一字较好即马照用迄个我的、你的的意思差不多拢有合，但是音讲袂通即种叫做混同就是讲音无准，但是意思有合
像讲要创啥，要去倒位迄个欲，即摆教育部书店是建议用迄个欲我欲乘风归去迄个欲迄就是借用伫古文内面的意思。但是迄字台语应该念做欲欲望的欲所以甲台语的欲也是讲袂即个音完全拢无合即种意思无合，音无合即种写法迄种音的做混同音这嘛是一字多音毋过嘛甲文白圆读无啥共款过来鸡仔路甲鸡仔路即个选举甲选句，这是腔口的差别这嘛是一字多音，咱对咱规个台语来看，嘛会使讲是咱台语一字多音的现象。毋过即种一字多音这是出现伫无共腔口咱家拢看做是一种语言，拢看做是台语，安尼才讲即字有记甲句两个音其实即字应该是，若讲漳州腔的人，应该本来是干那一个记的音讲泉州腔的人，本来是干那一个句的音当然，若是搁较古早的泉州腔，搁有念做句毋过就一个腔口来讲，基本上即字干那一个音毋过咱即马大家知影咱台语虽然源头是对漳州、泉州来的为主，毋过来到台湾了后，大家生活较交通较利便，所以互相之间交流真密切所以腔口加减拢会互相透咱即摆要讲一个纯粹的声款腔，应该是无啥可能莫讲是纯粹的漳州腔，还是泉州腔，就算讲台湾的你要讲一个纯粹的鹿港腔，纯粹的宜兰腔，这嘛无啥可能。你加减拢会受到其他的腔口影响着即种无共腔口人做伙了后，嘛会造成同一字有无共款的发音即种的这嘛毋是文白圆读所以文白圆读咱若要直接用学术的定义来讲可能无遐尼好理解，所以咱用即种排除法先互大家对甲文白圆读有关系这个一字多音的现象有一寡了解咱再来解说讲这个文白圆读是安怎来啥款情形，啥款的无共音，才会当算是文白圆读文白圆读就是伊的字共款，但是音无共款伊无共款是差伫倒位？是声母无共款，还是韵母无共款，还是声调无共款？这拢有可能，甚至声母、韵母、声调拢无共款的，嘛有可能咱会举一寡例，互大家了解最后是要讲这个文白占字的判断，这个占字是咱语言学的一个术语啦就讲文读音、读册音是一个语言占白话音是另外一站，这就敢若咱迄个地层的层级共款，就讲咱即摆生活的所在，经过几百年、几千年了后，风飞沙甲咱即摆城市砍掉咧伊顶头迄站就会有无共款的地质搁经过几千年、几百年会搁一站一站一直塌去即种现象。就甲咱台语的文白圆读有一点类似简单讲就是讲，本来咱讲的话是白话，但是后来会去甲其他语言接触譬如讲咱囡仔时代开始学国语学国语了后，国语的音侵犯入来咱台语的这个语言的系统，伊就变做另外一个音若是讲这个音进入咱的生活，大家拢用甲真惯势伊就变做敢若迄个地层级共款，伊甲咱本来的语音合做伙，但是伊是无共占处咱这无共一字多音，有文读音甲白话音，咱要安怎去分析讲
即几个音之间，倒一个是读册音，倒一个是白话音，腔卡问题就讲即部分我毋是甲你看做是咱今仔即个主题啦就是我拄则讲我本来是感觉讲讲文白圆读就好但是敢若讲文白圆读讲2点钟，敢若佫伤济所以我就甲这腔口可能真侪人有趣味我顺续讲伊甲咱即个第二倒音的现象可能有关系即部分我要讲的重点有几点就是讲咱的腔口是安怎形成，安怎来，伊的源头是啥物即个源头来到台湾了后，互相影响、互相透染，才变做咱即马台湾的各种腔口各种腔口之间，因的差别伫倒位？咱若对于即个语言的角度来看，语音的角度来看，伫声母的部分有啥款音才会造成无共腔口有无共款的表现？伫韵母佫较复杂韵母有足侪种无共腔口的发音，声调较少一点声调嘛是有对即方面，咱来检验。来看咱台语各种腔口，伫倒一种声母，倒一种韵母，念啥款音是较活，啥款腔口根据这个变数，就是声母、韵母声调，有可能有腔口差的这个角度，咱就当对台语做一寡分类看伊是先大体上分做偏泉州腔的，还是偏漳州腔的，佫有漳州腔、泉州腔拢真歹讲拢有即种的咱即马甲伊号做混合腔有关腔口的部分，咱伫2019年6月有台湾有一本著作真重要即咱等下讲到就是阮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曹志任主任洪伟仁洪教授伊的著作就是台湾语言地图集台湾语言的地图集就是甲台语的各种腔口用地图来显示伊另外佫有一本册来介绍伊这是安怎做研究的地图线，凭啥物标准画出来所以后面咱若讲到台语腔口的部分，主要拢是参考洪老师、洪教授伊的意见因为洪教授算是伫咱台湾对台语各种腔口研究了上界彻底伊30几年前就开始做调查了后去做分析统计所以咱后面主要的参考伊的意见来讲咱即马就来讲即个文白圆读，头一个是讲伊所呈现出来的现象譬如讲即字东伫即个词咱来讲屏东咱念东，但是咱若讲台东，咱就讲东所以同款是地名咱有可能同一字有念东，有念东伫遮大家应该大概了解就是讲念作东呢，这是读册音，就是文读音念作东是白话音文白圆读这是较学术性的讲法啦一般文音也佫有几种无共款的讲法，讲读册音、文读音嘛有人讲较早讲孔子白孔子白，就是讲孔子所讲的白话孔子伊靠学问，所以伊讲的话当然甲咱普通人讲的无共款所以甲迄讲叫做孔子白毋过这是敢若一个名啦无可能孔子讲的话真正就是咱台语的读册音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语言拢是会慢慢演变的语言若是袂变，安尼咱共款是台语，哪会有遐侪种无共款的腔口所以语言一定是会变即马伫网络有人
坚持讲，咱台语就是古早话就是唐朝的语言甚至讲，还有人讲台语就是汉朝、周朝、夏朝古早就是拢讲台语这基本上就无下即个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无一种语言是拢袂变的无可能经过3、4千年，即个语言拢无变一般语言学的讲法是讲，敢若一种语言是袂搁再变，就是已经死去啊，无人搁再讲的迄种语言，伊就袂搁再变化。若是有人咧讲，咱变讲3、4千年，咱敢若看即20、30年，咱就会发现讲，顶一代甲下一代讲的台语就差足济咱知影即卖少年囡仔迄个歌袂晓发的，袂晓发的，也是发了过头，无应该有歌加一个歌，这拢是一种变化。因两代之间就有可能有即种变化，哪有可能3、4千年拢无变大家可能想讲迄就是国语运动对咱的影响若无推杀国语，咱台语就拢足团结出标准的，袂安尼变。咱即卖有国语运动，古早虽然咱无看到讲有啥物运动，但是古早的荷兰人敢拢无甲讲别款话人接触，敢拢无甲别款族群的人接触，若有接触，就会互相影响。甚至讲拢无接触，语言伫伊自然传承的过程，加减嘛会有一寡精差加减嘛会有一寡变化所以你若看到人讲，咱即摆讲的话，就是古早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话语这个基本上拢有问题再来这个咱拄则讲文音除了即种讲法以外，还佫有文读音、读册音、孔子笔白话音嘛有人讲口语音这拢是共款意思毋过不管是文音也是白音总是咱确定讲迄个字写了无毋对的，咱才会使讲迄是文音也是白话音。咱这个下面会佫再讲到咱拄则讲的迄个混读音，迄就袂使算是文音，嘛袂使算是白话音台西咱念西念读册音，西咧咱就念白话音丁前咱念丁念读册音，蛋甲蛋就念白话音世界的世是读册音，出世的世是白话音客话嘛是有一款情形这台语嘛讲分寸，客语讲分寸这个分是读册音本红客语讲本凤这伊嘛念作本客语嘛是有读册音甲白话音轻丝咱轻念白话音，客语念作轻丝轻松咱台语是这两个拢念作轻，拢是白话音客语这念作轻，这念作强这强是白话音台语甲客语拢有轻这个音毋过就台语来讲，这字若念作轻是白话音，因为还佫一个音念做轻读册音念做轻，但是客语呢，这字敢若有轻甲强两个音就台语来讲，念做轻呢是白话音，因为读册音是轻，但是就客话来讲，念做轻呢念做轻呢是读册音伊另外一个音，这个强是白话音，是安怎？共款是科伊恩，共款第一声，台语咱讲是白话音，客语咱讲是读册音这咱下面会佫再讲到咱对读册音是安怎来，咱就会当理解所以同一个音，伫无共语言内面，伊的音韵地位意义是无共款珍惜咱台语惜是白话音，客语念做珍惜，这个惜是读册音伊有一个白话音念做惜爱惜，这惜才是白话音这个爽溜甲爽散
声母韵母拢是 s o n 哈，但是声调无共款哈。这个这个咱台语是上流甲上山啊，咱上是读这音，上是白话音。客语是双流甲上山啊，这个双甲咱台语这个上共款是读这音。这个上甲台语的上共款是白话音咱台语是这个声母韵母拢无共款读这音甲白话音声母韵母拢无共款，敢若声调共款。客语是声调无共款，声母韵母拢共款这后面嘛会搁再讲到，读这音甲白话音无共款，到底是差伫倒位搁来文凭圆头有一寡趣味的现象。就是有当时写出来是同字，毋过咱用读这音甲用白话音去念，意思就无共款共款是这两字，这是相中相中，但是这是相同相同甲相中，大家会晓讲台语，就知影讲意思差足济有人可能会怀疑讲，这个相同的相，敢是这字这咱就牵涉到本字研究的问题就是讲，咱台语的相这个音，敢有可能是相这字这咱就要透过历史音韵的比较，就是讲咱台语共款这个韵的字，是毋是有念作样这种韵呢？事实上足济，唱歌的唱，歌声的声家长的长样这拢是这个韵的。所以遐个字，台语读这音拢念作样，白话音拢念作样，所以这字念作相是有可能的声母甲声调拢无问题拢甲这个读这音共款，是干那这字念作相，大家可能感觉韵母干那无啥好理解但是你若透过甲这字共韵的其他的字来比较，咱就知影讲，虽然一般人想到相同的时阵，袂去想到这字，但是伊确实真有可能就是这字拄则讲的是对迄个韵声韵的部分来研究对意思的部分来看，大家可能会感觉了疑相同的相甲这个着相的相敢有关系？咱即摆是惯势用华语来思考。华语的这个商无台语这个伤大伤细迄个伤的意思，所以咱就会怀疑。毋过，咱若去看古早的文献伊宗调的文献都足济这字就是甲咱台语太超过这个伤大伤细迄个伤是共款所以这只不过是因为华语这字失去这种意思咱台语还阁保留阁这字咱普通时所念的相是读这音，相咱口语有伫讲，但是无去思考讲这个相到底是安怎写，伊本来是啥款字，所以咱才会怀疑像这部分，这就牵涉到本字研究的问题。本字的研究，这嘛是一个大课题咱爱先了解讲，咱即马要研究的是倒一字，这字是啥物意思？伊的声母韵母声调是安怎？过来，这是干那了解现此时的状况。过来进一步，咱来去思考讲，有古早有啥款声母会有可能会台语念做这个声母？古早啥款韵母台语有可能念这款韵母？声调嘛是爱考虑。这几方面拢检查过了后，咱会找出几个候选字会找出几字音拢完全有合，则搁对内面看倒一字意思嘛有合，音甲意思拢有合。上好呢，爱搁伫古早的文献内面找会到讲，这字真正有这种意思，有这种用法这是一般伫研究本字的一种步数就是讲 SOP 啦毋过有一个人对古音无了解你若对古音无了解，你要讲研究台语的本字这就欠缺一个上介重要的基本条件
毋过即摆伫网络顶头嘛有一寡人伊就是凭家己的想象力家己去想就是甲意思讲会通的内面遐字去找就凊彩答所以伫网络顶头会定定会看到这方面的文章伫遮叙述讲一下你若看到人讲这个字有问题咱爱去看伊研究的方法是啥物好，咱即摆重点是讲同字，但是你若用读字音甲用白话音来念，拢讲会通，但是意思无共款。意思就是讲，咱会用文病圆托来区别无共款的意思先生甲先生这意思无共款。先生是一个词，先生是两个词，所以才中无连起来后生甲后生后生可畏这个后生甲后生白话音的后生甲文读音的后生，写的字完全共款但是这个意思无共款成人甲正人这咱下面会讲到，其实这个人伊毋是读册音，嘛毋是白话音，所以这严格来讲，应该袂使算是人甲人，袂使讲是文病圆托，因为这个是文读音、读册音不管你无共腔口念做人也好，念做人也好，甚至有人念做人人类，这三音拢算是文读音，但是念做人，这就是咱下面会讲的混读音、训读，迄是敢若甲即字的意思有合，但是音是无合的就是伊迄个人声母无合，韵母嘛无合咱简单思考一下虽然这毋是一个真好的办法但是因为大家对古音可能较无熟，咱用华语来理解华语念做 n 呢，还是念做音呢？咱台语找无任何一字是念做翁的若是华语念做 n， 台语念做音呢，这种例足侪，成人的人、认真紧紧慢迄个紧进步的进，这种例这是正常普遍的例。但是华语念做 n， 台语念做翁的，除了这字咱想无有另外任何一字所以这就有考虑咱透过本字研究的过程，咱就知影讲台语的人无应该是人这字伊另外还佫有本字咱即摆一般研究的结论是讲，人的本字就是年农、卧农的农迄字嘛有人讲国较古早就是农夫的农迄字后来再加一个字字边来甲农夫的农做一个区别所以台语的人的本字无应该是人即类即字所以这个例放伫遮讲是文病圆托是有淡薄无适配再来当时甲当时这个音无共款意思就无共款当时是迄个时阵，当时是啥物时阵再来病分甲病本病分就是分数病分数共款两个分数共款，迄是病分病本是平均分配咱台语有一句谚语讲春分、秋分、日夜病本。春分甲秋分这两天，日时的时间甲暝时的时间是平均分配迄伫即句话内面就爱念做病本中央甲中央中央是较抽象的概念，中央是较具体迄个位置、迄个所在大人甲大人咱之前有讲过这个人甲人其实是无共字啦所以这两条放伫遮是淡薄无适当好再来是讲你若是
念了走进去，应该念读册音的念做白话音，还是应该念白话音的念做读册音？有当时会变做另外一款意思。当然嘛，有一款情形是念读册音甲白话音拢会使哩有一寡新词会对华语学过来的新词咱通常会念读册音，但是有少数因为迄内面的迄个词的其中一字咱口语直接用咱拢用白话音这个时阵咱就有可能读册音甲白话音拢会使讲但是大多数咱拢已经有共识，来讲伫这个词这个水气，咱水就是讲念白话音，气就是念读册音水这个除了水以外，佫有一个水气呢，除了气以外，佫有一个气气力的气这是甲放屁的屁共一个音的。读册音拢念做伊，白话音拢念做威上识满天下，知心连几人迄个几人，读册音念做几，白话音是几个人念做几所以咱台语有一寡字是读册音念做伊这个音，白话音念做威的，所以这个气白话音就是气这个水读册音是念做水你若念了走进去水气你甲念做水气安尼意思差足济虽然咱写出来是无共字，但是你若用讲的讲话你看到水气的时阵，你甲念做水气安尼意思就差足济人名若是号做米风这个风就是咱讲芳水的芳常常有人讲去香港买香真芳，讲这个香甲香甲芳这个香港的香一字都有台语都有三个音严格来讲这是无啥正确因为香港买香迄个香港买的香两字拢是香无毋对真芳的芳其实是这个芬芳的芳，你若甲写做很香迄就是咱拄则讲的混读字，就是敢若意思有下音是无准的迄种的是混读字咱若要写本字就爱写这字芳水的芳就爱写这字人名若是号做米芳咱敢会叫伊米芳你若叫米芳就会想做这个米芳所以你若是该念读册音的，该念读册音的，你甲念做白话音，还是该念白话音的，甲念做读册音，人听到拢会感觉怪怪甚至会误会做另外一种意思这是芳水你若念做风，就变做风水水念做水，就变做风水。风水咱想到的是这才是风水你若是风水呢？风水是这个硫磺水，是温泉才叫做风水所以你若是甲芳水这两字念做风水，还是念做风水，拢会走精这是水面你若念做水面迄个差济大师你若念做大师迄嘛师甲有够忝大风你若念做大风这嘛差足济大班就是这个人叫大班的，迄个大班其实北京话嘛有这种讲法就是讲足有班的，伊讲有范儿就是甲这个范后面佫加一个儿咱台湾的国语就无听到人安尼讲因为迄个华语北京话毋是咱的母语，所以咱学到的有一寡因的口语词咱就无学到其实大班北京话伊就讲有范儿就是有班所以咱台语的班本字就是这字模范模甲范拢是要做模型就是模型要做一个物件，看你是要做红菇粿也好，还是要做土红仔也好迄个工具会使讲叫做模
嘛会使讲叫做饭。较早是用茶去做的叫做馍啊，用竹仔做的叫做饭啊。啊，其实因的用途拢共款，所以意思会当相通啊。啊，所以这个有班，华语就讲有模有样啊。所以这个班就是这个饭啊。啊，你若大班大甲念做读册音变做大班，大班甲大班就差足济啊。过来这是咱台语较特殊、较趣味的哈。内里哈，咱的设字做内里哈，内里其实若讲本字哈，内里的内，其实是甲里共一字啊。咱即马教育部推荐用字是写一字，这毋是讲教育部编书典的遐委员无了解，是甲伊做分工，就是讲咱即马若讲内，咱就甲写一字。啊，讲理就甲写一字，啊，其实伊本来是拢是一字，只不过念做内是白话音，念做理是读册音啊。啊，因为咱台语词通常较无用到即字啊，即字台语的读册音是念做内啊。阮较早囡仔时代讲迄个内政部，阮咧讲内政部啊，讲内，迄是即字正确的音，内外的内。正确的音是念做内啊，啊，即马大多数人拢讲内政部啊。你若甲内政部念做内政部，安尼迄就是训读音，就是讲意思有哈，但是字是无对的，对袂起来啊。因为即是内外的内，照台语音韵系统，无可能念做内啊。啊，里面的里。颠倒有可能念做内啊，大家可能会感觉讲声母是无啥问题啦，但是韵母咱会念做 I 差遐济，啊声调咱会是第七声，嘛甲华语的双声，台语的第二声嘛差足济。其实咱若去进一步了解，咱会发现讲有一寡台语读册音念 I， 白话音会念做 I 啊。你讲刀仔真内啊，内读册音就念做里，白话音念做内啊。讲白白的白，读册音是念做米啊，所以咱台语有一寡字，读册音念做伊，白话音念做 I 啊。啊，读册音念第二声，白话音念第七声，台语嘛有一寡字是即种的啊。这拢是落音的声母，比如讲五甲五啊，风雨的雨甲落雨的雨啊。加两个两，台语是念第七声，啊，读册音是念做卵啊，卵甲两，这拢是读册音第二声，白话音第七声哈。永远的远甲真远的远，这嘛是读册音第二声，白话音第七声啊。网络的网爱念第七声，读册音是念做网啊。所以咱台语有读册音念第二声，白话音念第七声的这种类，而且。咱拄则所讲的，迄拢是落声母的字，啊，即字嘛是共款落声母的字，所以即字内里的内哈，你若透过拄则所讲的即种分析的方式，咱就知影讲，其实内里的内甲里是共一字，啊，共一字，咱会变做一个词，这就是咱咧讲啊，咱台语即种较特殊的构词法啊，构词法啊，咱先看食类哈，食食，食甲食拢是共一字，拢是共一字。食是白话音，食是读册音。咱甲白话音的食甲读册音的食斗起来，变做食食。变做食食了后，就变做一个新的意思，毋是单纯的食的意思，毋是单纯的食。本来食甲食意思是共款的，但是咱即马。甲食甲食斗做一个新词，变做是代表咱咧食的物件，还是有关食的代志啊。比如讲，即个人食食无正常啊，即个食食无正常，毋是干那讲伊即马食无正常尔，是咧讲伊的平常时的一种习惯啊。有可能是讲伊食的物件拢无啥正常，还是食的时间无啥正常啊。这就是。有关食的代志，还是有关食的物件啊？
啊，就甲普通的干那一字的只还是实意思无共款。咱为着要表达即种新三星的一种意思，啊，咱甲即个只甲实斗做伙，变做一个新词。咱下面会讲到白话音，通常就是讲即种语言的人，因本来的母语。啊，读册音呢，就汉语来讲，读册音大多数拢是对官话迄搭学过来，官话就是早期的国语，咱国语即个词是现代才有的，啊，古早无国语即个词，但是伊嘛是有迄种官方制定的全国的通用语言。你要去做官，你袂使干那会晓家己的母语。你爱听有即个每一个所在人讲的话，啊，每一个所在大家讲的即个方言拢无共款，哪有可能你甲所有的方言拢学起来？所以就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爱会晓讲官话要去告人的人，还是要去判决的人，至少你爱会晓官话就算讲你讲官话讲袂标准，但是你的标准就是官话，啊你讲了无标准无要紧，袂差伤济，袂影响到理解，所以古早的官话就甲咱即摆国语共款，每一个讲每一个方言，每一个腔口的人去学官话，学出来的音，就敢若咱台湾国语共款。台湾国语就是本来讲台语的人去学国语。学出来了后，伊嘛毋是台语，嘛毋是标准的国语，伊就是带有台语腔口的特色的迄种国语，其实咱台语的读册音，伊的来源，甲即个台湾国语是差不多的，安尼讲可能有人会感觉无欢喜。台语读册音是足文雅、足有水准，都有学问的。你哪会讲甲台湾国语共款？台湾国语是连国语都讲袂标准，才讲出台湾国语，这哪会共款？其实咱来看因发展的历史，因发展的原理，其实是拢共款，只不过是时代无共款。台湾国语是20世纪发生的，台语的读册音是较早，差不多宋朝以后。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迄当阵呢，河洛人讲河洛话人，伊要去做官，爱学官话。但是迄当阵无像咱即摆语言教育遐尼发展，大家知影讲要学官话，但是大家学出来拢是带有家己的腔口的特色，迄性质就甲咱台湾国语共款，只不过因学的毋是咱即摆的国语。是学迄当阵的官话，迄个官话因学着了后，因为有一寡做官的场合用着遐语词，一般人的口语是用袂着的。一般人3顿顾会饱就好哪会去想着经济、军事哲学外交遮尔复杂的问题？遮个问题就有。爱有一寡话语会当表达，所以官话国语伊的思维较丰富。咱对照咱即摆的台语，咱就知影咱台语有足侪词是对华语遐照过来、学过来，只不过咱用台语音去念尔。古早嘛有即款情形，古早一般人基层的农民，因的生活语词。甲要做官的人，需要了解语词比较起来较少所以要做官的人，因就爱去学遐新语词，遐新语词就毋是你的母语有的，拢是官话才有的，所以因就对官话去讲，讲出来了后，就会带有家己的腔口的特色，譬如讲光字音袂晓讲吃变成吃喝变成喝等等，所以伊就变做带有
河洛话腔较特色的迄种歌话伊性质就甲台湾国语共款。做歌的人学遐语词本来是伫做歌的场合才用会着，但是伊嘛加减会甲一般民众去交流、去沟通，伊嘛会展现因的知识即个知识因这方面的即个专业，所以因甲普通的老百姓讲话的时阵，都会甲遐语词带入来民间通常对话的过程。所以一般人学着遐语词，就是拢对官话遐学过来，就会变做读册人本来是读册人才会晓讲的，普通人袂晓讲的，所以就变做是读册音。这就是咱台语读册音主要的来源就是有人要去读册，要做官，所以爱用官话来念模仿官话的讲法因为伊的生活口语就无迄种话，无迄种意思所以伊就会看即个官话安怎念，伊就对伊安怎念了后，伊搁甲一般民众沟通了后，遐的语词、遐的概念，就会慢慢进入咱的口语，最后就甲咱普通的口语连做伙。所以咱即马台语，咱拄则讲的，咱台语实际上就是读册音嘛有，白话音嘛有，拢连做伙讲较特殊的就是有一寡新概念，咱甲白话音、甲读册音夹做伙，变做一个新词。白话音是本来讲河洛话人因自古以来的即个语音当然自古以来并不是讲就是甲古早共款拢无变，就是讲伊是内部家己慢慢变的，毋是去学别人的话变来伊有本来家己的话语了后，搁去吸收到一个新的音了后再搁甲即两个音夹做伙。变做一种新概念、新意思所以咱台语有少数几个词，伊是甲读册音、甲白话音夹做伙，变做一个新词讲季节，本来白话音讲季我等互你啊记好条较早讲记着一张批即个记。拢是讲字咱即马慢慢白话音愈来愈少人讲慢慢变做接其实咱本来台语的白话音是念做字接就是学老人去学官话，才学出即个接的音咱即马甲白话即个字甲读册音的接夹做伙变做字接一个词。这个词就甲本来具体的迄个字物件，迄个字有差别本来迄个字是伫讲具体的动作，真正手去接受到物件若讲字接就是较抽象的迄个接触的意思言前言是读册音前是白话音有人可能会想讲，这前甲言敢同字因为这是声母，哪会差遐济？言无声母，前有齿的声母。其实这是因为台语保留较古早的声母古早有一寡有声母的字，后来声母落去，就变做无声母所以台语读册音无声母，还是讲华语无声母的，有一寡台语。抑阁有声母，会念支次斯即款音的比如讲苍蝇的蝇，台语念做行，好行，伊来念做丝比翼双飞的翼，台语念做失，加失失的失，那是念做丝所以这里念做前，迄是台语的白话音咱即马甲言前言甲前合做一个新词这种现象其实华语嘛有华语迄个卡车这个词安怎来？车
自古以来中国都有车啊，但是中国人的车甲外国迄个美国人、英国人迄个卡无共款，迄个卡是用机械的动力食油食电的，毋免靠人靠动物去甲伊推塞所以伊甲传统的车功能有一寡共款，但是性质佫无共款所以中国人看到迄种物件外国人讲迄个做卡，就对因讲迄个做卡，但是敢若讲卡意思佫无啥清楚，所以后面佫加一个车，就是号做卡迄种车子，所以叫做卡车共款道理，就讲卡片，卡片嘛是迄个卡，就是英语迄个卡 ，CARD 但是敢若讲一个卡，意思无清楚，所以佫加一个片，佫加一个片迄就是加家己本来的话语，佫加一个新学到的外来语，夹做伙，变做一个新词代表新的意思香港人迄个衬衫，咱台语讲设字设字是对英语先变去日语，日语迄个上尾迄个 T， 伊袂使敢若发像台语迄种入声，伊后面会加一个 U， 还是加一个 E 所以切伊讲设字白讲黑字有当时加 E， 有当时加 U， 所以伊就甲英语迄个音换做日语就变做设字这个变做台语变做设字但是香港人呢，共款设字这种物件，香港人或者恤衫，迄个恤，伊即摆写抚恤的恤，其实甲抚恤的恤完全意思无关系，只不过伊迄个音甲英语的恤真接近所以就是用抚恤的恤来翻译英语的迄个 SHIRT换做恤但是感觉安尼一字无清楚，所以后面佫加一个传统的衫衫所以设字伫广东话或者恤衫迄个恤就是外来语，迄个衫就是伊本来的母语哈巴狗，哈巴狗这个词本来迄个哈巴是满洲话，满洲话讲的哈巴是狗仔的意思伊是不管什么狗拢会做哈巴满洲人来到中国因的狗仔嘛带入来中国因就讲迄个做哈巴，中国人看迄个狗仔品种甲一般看的狗仔无共款就甲迄种狗仔号做哈巴狗其实哈巴狗这个词伊本来迄个哈巴就是狗的意思所以这个哈巴狗这个词伊的故事的这个过程伊的方法就甲咱拄则讲的香港迄个恤衫共款汉语的迄个卡车卡片共款，伊就是甲家己的母语甲外来语夹做伙变做一个新词咱台语就是甲咱同一字本来台语的讲法甲新学到的官话讲法夹做一个新词这因为台语甲官话音差较远所以安尼接起来咱就感觉两个音会当变做一个新词台语甲官话音差较济，这嘛是会构成咱拄则讲的是安怎台语读册甲标音无共款的这个比例会显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过来咱讲文白混用的词用，就是讲啥款情形较会用读册音较常用读册音，啥款语词较常用白话音咱讲人的名人姓一般讲白话音的较济讲读册音的较少人名呢是用读册音的较济，用白话音的较少是安怎人姓用白话音较济，用读册音较少除非是迄个字就干那一个音，干那一个音咱就无选择
就用迄个音。若是讲迄字有读字音，佮有白话音，通常咱伫姓的所在，咱会念白话音。是安怎人姓用白话音较济？咱拄则讲过，白话音是讲即种语言的人，伊的母语，伊是无受到别种语言影响，伊家己慢慢啊变的。当然，毋是讲伊就是古早音拢无变，是讲伊的变化是内部家己变的，较无去甲其他语言接触，毋是像咱拄则讲的台湾国语，直接就学国语也是讲读这音，直接就学官话咱即个姓的由来拢足早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就有姓所以你本来讲你姓啥，较袂因为讲为着要读册，就甲你本来讲你姓啥迄个音甲伊转变就算讲毋是家己的姓，是身躯边会接触咧其他人的姓，迄嘛是拢平常时拢用白话去沟通的除非是一个外来的姓，拢毋捌看过、毋捌接触过迄种姓，咱可能会看伊家己安怎讲，家己安怎介绍伊家己的姓，咱对伊讲若无，若是伫咱的生活内面，平常时就会接触到的姓，咱原则上拢会用白话音来讲因为白话音就是咱拄则讲的，已经流传足久直线安尼变来，毋是直接去学其他语言学过来所以人姓就会用白话音较济除非是迄字就干那一个音无选择迄有可能是伊的白话音已经袂记起来，干那剩读这音尔，安尼咱就用读这音若是有白话音佮有读这音的，通常姓会用即个白话音较济简单的看一寡例人名通常会用读这音，是安怎人名用读这音？因为一般拢有一种即个感觉，有一种感情即个有迄语言文字有迄个感情的色彩就讲一般人拢感觉读册音是较有水准的、较文雅的、较有学问的白话音就是较粗俗、较通俗、较无水准有真侪人有即种感觉所以咱有当时看布袋戏、看歌戏听到因讲，甲咱普通口语较无共款，就会感觉迄足典雅、足文雅其实对咱拄则所讲的来了解，其实白话音毋是较无水准，白话音就是一般韩国语讲的庶民的语言就是一般人一般人生活所用会到遐语言，就是较白话读这音。伊爱去处理的观念较济，伊爱去表达的观念较济，伊会超出一般人思考以外，譬如咱拄则讲的一寡抽象的思维哲学的概念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等，一般做事人较袂去想到遐事所以若要讲到遐事，迄拢是对官话学过来。对官话学过来，就用读册音讲，所以一般人就会感觉读册音是较文雅，甚至感觉较有水准。白话音就较无水准。其实咱若要对这个保留传统的角度来看，白话音才是咱本来的传统的音。读册音是后来去学做官的别款腔口的人讲的话读册音大多数是学即个宋朝、明朝、清朝迄当阵的国语但是会晓讲国语，即就甲咱即个40-50年前共款。虽然咱即摆感觉讲台湾国语的人是国语讲袂标准，所以是程度较歹，但是你若转去到40-50年前、50-60年前，顶多是会晓讲台湾国语的人，伊是有读过册、有水准的一般人连台湾国语都袂晓讲，所以
共款即种发展的过程，咱就当理解吼。一般人是安怎感觉读册音较文雅、较有水准，就是即个发展的即个过程造成大家有一款印象所以人名咱通常就是会好，感觉较文雅、较无遐尼粗俗的所以咱就较会用即个读册音来念。除非人名内面有一寡是用生活当中的物件代志去号名的，比如讲阿树阿花阿水即种的就用白话音。若无像咱拄则讲的米芳，咱就袂叫伊米芳还是讲什么华、什么米、什么梅等等，咱若要号较文雅，通常咱就会用读册音去念所以人的姓名虽然是一体，但是咱姓较常用白话音，名较常用读册音地名呢，地名就足乱的，各种来源拢有可能因为地名有当时迄个话语是咱嘴讲的，毋过写做文字，无一定是咱家己写像讲邦桥当地人拢讲邦桥，但是政府来就甲伊写做板桥板桥迄个板，台语应该念做板无板有板甲邦台语板甲邦音无共款毋过伫写即个甲邦桥即个名写出来迄个人迄当阵决定讲邦桥要怎写的人，伊就是用即个混读的方式，敢若照台语迄个邦的意思，甲翻做华语的板，所以就写做板桥你若即马翻倒转来看到用华语写的板桥，你要念台语的时阵，咱一般人了解讲伊本来就是对台语的邦桥，甲伊写做板桥的，所以会知影甲伊翻做台语本来的讲法，会讲邦桥你甲板桥念做邦桥，迄就是拄则讲的混读音，就是意思有哈，但是音无哈所以咱地名内面有可能有迄个混读音文音、白话音拢有可能，俗音嘛有可能，俗音咱拄则还未讲到咱等下会讲到俗音就是念了走进去，字无问题音小可走进去意思嘛无问题。你若是要念古诗古文，原则上拢是念混读音甚至还佫有一寡伫念诗文的时阵较特殊的音伫遮咱就卖详细讨论原则上念古诗古文拢是用混读音若是新词，通常念读册音的较侪比如讲系统、国家、社会、民族你看这新词。凊彩伤足侪这词写毋着字这写毋着字新词，尤其是对华语学过来新词，通常是会念读册音。毋过这个新词若是其中某一个元素是咱台语真常用的还是两个元素拢是台语真常用的安尼咱有可能会用咱台语的白话音比如讲场所、场面，虽然这毋是本来的台语，是对华语学过来，但是场甲面，这咱台语本来就直接伫讲，所以嘛会用白话音去讲口语呢，一般人真简单拢讲读古文、古诗上读册音，若口语就是白话音。其实口语无遐尼单纯咱拄则讲过。一般人生活语言除了白话音以外，读册人嘛会甲因的观念摕来甲一般人分享，嘛会做老师教一般人安怎去思考，安怎去讲遐个概念。所以一般人讲话是读册音甲白话音拢有。咱头一页就讲到屏东、台东、台西、西丽迄个读册音、白话音拢有俗音嘛有俗音咱下面会佫讲到比如讲片面抱歉
等等。咱拄则讲人姓一般是用即个白话音用白话音咧比用读册音较济。顶头这是用读册音，遮咱看会出，大多数拢是干那一个音，伊无白话音通用。但是讲白话音甲读册音完全共音安尼咱只好着用读册音。即个音较特殊咱有音甲那，毋过你若念白话音那会人会听做是即个那，所以咱着念做音其他咱一般拢念读册音。王咱台湾拢念读册音。伊若是潮州人广东的潮州，伊即是着念白话音。姓王的，伊讲兴兴，迄个英即个音就是甲咱台语的英共款甲英过迄个英共款是白话音。又搁一个声母念做好，因为即个无声母的字有一寡台语白话音是念做好的比如讲云、雨、真远灿烂，这拢是无声母台语念做好的。所以潮州人姓王念做兴迄就是完全符合因白话音的即个体系其他这大多数拢是干那一个音所以着拢用读册音若下面遮呢，咱大多数拢是用白话音即个有电甲蛋人姓咱着念做蛋，袂念做电即个红你若念古文古诗，就袂使念做红，爱念做红毋过人姓咱着念做红，若是读册念做红但是人姓咱会念做这拢是念白话音。遮有一寡，咱即马因为咱拄则讲读册音，就是可能人去学官话学出来所以就会甲官话较接近。官话就是咱即马国语的前身，所以读册音通常会甲国语较接近。咱即马因为推杀国语推了伤过头所以影响到咱本来有一寡用白话音讲的，即马拢转做用读册音遮有一寡例比如讲我的姓我的姓是姓乐，毋是姓乐但是足侪人拢会讲我姓乐，这是乐道的乐，咱则念做乐。那人姓咱一般是念做乐，这着甲落雨的落共音，读册音念做乐，白话音念做乐所以我伫外口常常拢互人改姓其实毋管是阮伫阮的故乡，甚至讲我嘛捌去过福建源头迄搭，拢讲是姓罗无人讲姓罗的过来像讲我囥伫较后面遮的，就是即马慢慢变做读册音即个姓翁的我捌拄着一个教授伊嘛是台语专家，我问讲你即个姓你安怎讲？我讲伊讲姓汪伊讲了后讲较早阮后爸姓翁呢伊姓汪，因后爸姓翁这就是本来台语是讲翁，是讲白话音的即摆因为汪甲华语的汪较接近所以慢慢就袂记哩较早是讲姓翁的这孙呢，孙中山你若看布袋戏迄个孙悟空，伊是讲孙悟空是孙，这着甲下远的远开门的门共一个韵的，读册音念做韵，白话音念做所以这个孙本来咱河洛话河洛人姓这个姓是姓孙即马慢慢拢互人改姓改姓孙这个宋楚瑜的宋，马英九的马，较早阮囡仔时代，阮遐有一个台猪的这个姓，阮拢叫伊台猪送，这是姓送，毋是姓宋当然宋楚瑜伊毋是河洛人伊念做宋，
咱就对伊讲爽就用读册音来念较接近但是较早台湾人即个姓本来是讲白话音，即个甲送会送同款，是姓送姓马文才即马马英九姓马马文才姓马即个马较早嘛是讲姓白姓长姓夏，即马真侪人拢讲夏食甲社，精甲中这拢是精甲中，即个萧白话音念做萧咱台语界有一个先辈萧腾春伊拢坚持讲伊就是姓萧你若叫伊萧老师伊足受气无你起笑阁讲萧老师上无你嘛爱变调者讲萧老师伊拢讲伊姓萧这萧是白话音，所以咱本来白话音大多咱人姓大多数是用白话音去讲若是干那一个音无选择迄就无法度就用迄个音。若是讲有读册音，有白话音，通常是会用白话音较济过来，即个文白圆土甲破音、交破音是毋是共款这事实上是无啥共款华语的长甲长是破音台语除了有长甲中以外，阁有长甲长、中甲长你若长甲长的关系，就甲长甲长的关系共款，这就是交破音，华语的破音。破音甲文白圆土，伊是安怎无共款？伊发展的这个过程，甲伊的原因就无共款。破音是本来即个语言有一个音一个意思，后来意思扩张，为着要表达两种无共款的意思，所以甲伊的音小可变一个，互伊变做另外一个音，专门来代表新的意思。安尼就是破音，就是甲本来即个语言内部的音破坏，改做另外一个音来方便咱区别两种无共款的意思。这是无受到其他语言影响所以破音是语言内部语音甲语义的扩张，无甲其他语言牵连。文白圆土咱拄则已经讲过，就是讲咱本来白话是安尼讲，后来去学官话，才学出即个长甲中的音所以这是因为甲较强势的语言接触。受到伊影响了后，才甲伊加入来咱本来语言的系统，变做加生出一个音，但是意思不一定有增加长甲长意思是相同的长甲中意思嘛是相同的所以这就是文白圆土甲破音的差别你讲长甲中，华语的重甲重，重是重叠。重复，那是动词，重叠之后就会变重那是形容词。动词转做形容词，用无共款的音来表示无共款的意思，但是因意思有关系台语嘛是共款，长甲中是破音过长甲定一定三定高的定，这就是文白圆土，意思就是讲。本来白话是讲定一定两定，但是去学官话学出长这个音，所以咱拄则讲读册音是可能是宋调、元调、明调迄当阵的官话毋是即摆的国语，因为即摆国语已经变做更字音变做重所以这是较古早的官话迄当阵还未变做支持诗的时阵，有一个阶段是甲倒科。音真接近，好多人就甲伊当做是倒托安尼来念所以对这咱就看出讲，文白圆土甲破音是无共款中甲重，重是形容词，代表一个位置中央；重是动词，就是去射到中央中箭、中标的这嘛是
用无共款的声调来表示无共款的思想啊。这中甲重嘛是关系嘛是安尼，但是这个重，咱台语搁一个白话音念做定啊。华语迄个创意，本来咱台语嘛有这个词，咱台语是讲定义啊。咱即摆一般人拢讲介意啊，毋过较早台语嘛讲定义啊，毋是讲中意，讲定义啊。我较早捌听阮老爸讲过啊，所以这个重甲定，这就是文白圆读啊。因为这个韵读声念用，白话音念用，这是正常的，有足侪字拢是安尼啊。这个时钟的钟，读声念做钟，中府的中，白话音念做定啊。这个凉风的凉，白话音念做凉，拢是读声念用，白话音念用的，所以这是白话音念做定，完全无问题啊，意思也无问题啊。再来，阮白圆读甲俗音啊，俗音就是音念了走进去啊。一般人讲悲伤，悲伤可能受到边仔欣赏的赏的影响，才念做赏啊。这是若照这个语音自然的发展哈，应该这是古早是平声，台语应该念做上，所以即马教育部书典甲这字正音定做上啊。上这个音，原来有收伫书典，但是注明讲这是俗音。俗音意思来讲，伊的意思无问题啊，字嘛无问题，但是音有走进去啊，音走进去这一般人拢念做撇、闪撇啊，但是若照正音来看，应该念做闭啊，那换部首偏撇的撇怪撇的撇，迄确实是念做撇，但是若即个部首的伊毋是入声，所以即摆教育部书典甲伊的正音定做闭撇原来有收伫书典就甲这算是俗音这一般人拢讲彩杠，彩杠有可能受到边仔即个演讲的讲甲伊共形影响。有人可能会讲，这毋是咱即摆人在安尼讲，较早阮老爸、阮阿公就安尼讲但是无一定，古早人讲的就拢一定正确较早人嘛有可能会受到台语另外一字的影响因为这字你对古早的文书字典甚至参考华语。这字拢无啥有可能念做讲，是安怎？遐侪人拢念做讲，有可能就是受到边仔即个甲演讲的讲共款写法、共款声符所以就照伊的音去念，所以念做讲这个钦佩佩这是台语应该念做佩钦佩，佩服是佩服一般人拢会讲佩服。迄就是受到华语迄个甲分配的配共音，分配配确实是念做配，但是这字呢应该念做背。这字是华语先走进去华语若照这字的古音来看，应该是甲一倍、两倍的倍共音，应该念做背台语确实是念做背，毋过一般人学会晓华语了后，知影讲分配的配念做配。分配配甲这字华语共音，所以就错误的类推伫语言学习的过程这个错误的类推是真正发生的。像讲即摆少年囡仔，一个语甲无声母无法度掌握清楚，所以有当时是甲本来应该有语的直接就去掉譬如讲我变做我，语言变做语言但是嘛有一寡人反倒转来，伊有知觉到讲台语有过即个声母即种声母华语通常拢无声母，所以若拄着华语无声母，伊就甲加一个语譬如讲教育就有人讲教育越南是越南，有人讲越南迄就是过度的类推
虽然讲华语无声母的台语有袂少字念做歌，但是并毋是所有华语无声母的台语拢会念做歌啊。啊，像这就是华语分配的配甲钦配的配同音。啊，一般人先学会晓分配的配念做配，啊，所以就过度类推，甲这字嘛念做配啊。我看布袋戏，抑阁是讲钦配，讲配福啊，这是正确的发音啊。甲玉佩配嘛是同款，玉佩配嘛是念做配玉佩啊。啊，这个植物，这字台语应该念做食物。虽然讲食物听起来敢若食物，不过这个正音确实就是念做食啊，甲繁殖的殖同款，繁殖台语爱念做繁殖啊。啊，因为伊边啊是这个滴，所以真侪人就接边右边读边会念做滴物，也是华语殖听起来是滋，所以就念做植物啊。啊，这种的就是拢算是俗音啊，无正确的发音。寝室哈，这个是侵啊。你看下面这个甲侵犯的侵，甲浸水的浸同款，就是属于吱吱丝、机器丝的，毋是机器丝的。但是足侪人拢讲侵蚀哈，做兵的人哈，做兵的人带工一间侵蚀啊，拢讲侵蚀啊，啊其实应该讲侵蚀才对啊。对象，这是上唱拢是第七声，但是有真侪人讲对象啊，对象是相对象，相对看，迄才是对象啊，迄是相面、相片的相，迄才是对象。啊，那这是对象啊，但是真侪人拢讲要去看对象啊，要去看对象，甲要去甲人相对象。哦，迄是无共字、无共音、无共意思啊。这个接触哈，正音是触啊，真侪人念做属，属是右边读边，会属为属，再念做属啊。其他还阁有足侪啦哈，比如讲硕士是硕士，但是有真侪人讲硕士哈，毕业是毕业，哦，真侪人讲毕业，这拢算是属音啊。过来咱讲混脱，混脱咱拄则讲过哈。这字你若念做人，还是念做人，念做人，拢无要紧，拢是读这音啊。这是腔口差，古早拢念做人，后来泉州腔念做人，啊漳州腔有一部分还阁念做人，啊有一部分变做人啊。啊不管你是念日、念了、念个，拢是读这音啊。啊这字。咱台语无白话音，那念做人，迄是混脱啊。就是讲伊意思有合，但是音无合。咱拄则讲过，人的本字应该是你侬我侬的侬，才是这字啊。第一一定拢是这字无毋对，但是若讲一讲一个迄个字，这嘛是混脱。大家可能会想讲，这就是伊哪有啥问题？这敢毋是本字？这确实毋是本字，是安怎讲？这毋是本字，因为这字自古以来伊就是无声母，伊是念第四声，所以台语念做一，声母韵母的声调拢无问题。若念做真呢，声母有问题，声调嘛有问题啊。真，你若透过甲福州话做比较甲潮州话做比较，就知影讲真两三的真。其实是拄则讲未属符的属啊，属是念做属，属是读这音，白话音念做真啊，因为福州话就念做属啊，迄就甲迄字的音真接近啊，大家就想较会起来啊。枪翻这个枪是读这音，但是你若讲枪水，甲一部枪水的枪写这字。迄就是混脱，就是借用华语这字的意思啊，但是无管伊的音有合也是无合啊，这字念做强，声调无合所以这是混脱毋是
读册音，嘛毋是白话音。焦点的焦这是读册音。安尼来讲，打水的打，意思有哈但是声母甲韵母较无哈当然，即字是毋是本字，抑阁有争议啦有人认为讲，即种声母嘛有可能念做倒即种韵母嘛有可能念做啊但是迄拢是少数即个是毋是本字，就抑阁有淡薄仔争议即是共款地名，较早是讲田中央，后来政府甲伊改做两字，做田中讲田中的时阵就念读册音。若讲田中央，田的本字其实毋是即字即字田的本字伊是另外一字虽然咱讲着田，拢会去想着即字，但是即字念做田，声母无哈，韵母嘛无哈这就是混同字。莫非即个木是读册音？你若讲莫讲，莫即个音是对毋爱两个音合过来当然，咱即马台语讲的毋爱甲莫意思无共款，毋爱是家己心肝内无想要爱莫是你禁止人毋通安尼。但是迄是后来意思有做区别本来伊的源头莫嘛是对毋爱变爱，只不过后来若无合音就是毋爱，若合音就变做莫，甲两种意思用两种音来表达。所以迄个莫的本字是毋爱两字咱即马因为合音话讲一个音要写做两字，感觉较对袂起来，所以咱就照用即字来记录咱台语的莫这是照来，是敢若意思有哈，音无哈，所以即种叫做混同补贴的贴是读册音若大纸的大这就是敢若意思有哈即个声母声母小可无哈，韵母嘛小可无哈斟酌即个斟是读册音天地的田照用即字，所以是敢若意思讲会通，但是音是无哈，即种的就做混同腔口差这嘛是一字多音的现象的一部分咱拄则讲，我本来要讲的主题是敢若台语的文病医托今日讲文病医托，讲2点钟讲伤久不过即摆看起来差不多这文病医托讲了就差不多我本来就按算腔口差，敢若互大家一寡基本概念因为迄要伫短短的时间要讲清楚嘛，无遐简单所以就是甲大家讲一寡会当去参考的资料搁一寡基本概念咱重点也是放伫即个文病医托的部分文病医托咱拄则讲，这是一字多音的现象的一部分一字多音除了拄则讲过迄几种以外嘛有腔口差像讲即个高水沟的沟，沟是白话音读册音就有腔口差。漳州腔的会讲沟通，泉州腔会讲桥通，即就敢若迄个阴谋的谋阴谋的谋是咱无讲白话音若泉州腔会讲阴庙，讲妖若漳州腔会讲阴谋，就讲乌。讲到这，顺续讲一句就是讲漳州腔甲泉州腔，其实因发展的时代无共款。漳州咱拢知影有开漳圣王，开漳圣王是到唐朝的时阵，因为漳州迄个所在有人要造反所以唐朝的皇帝派开漳圣王兵囝去遐烧战，拍败了后封迄个陈元公做漳州的头一任的首长，后来当地人就甲伊当作神明来拜，做开漳圣王伫即个开漳圣王以前是无漳州的，漳州有一部分是算泉州，有一部分算
即马广东的潮州，后来战争结束了后，唐朝的皇帝感觉讲对泉州到潮州路头遐尼远，中还阁设一个州来管理，较妥当，所以才设一个漳州。所以但愿讲就是漳州的头一任首长，后来互人当作神来拜，所以叫做开漳圣王。所以拜开漳圣王的大多数拢是漳州人。泉州古早或者晋江，晋江就是因为因要逃避迄个晋朝的迄个五胡乱华，五胡乱华，所以逃到南方泉州这个所在。所以为着要纪念因是晋朝的人，所以或者把迄个所在或者晋江所以因是对晋朝就来到泉州漳州是唐朝了后才成立的这就跟咱这个血缘的传承同款，愈早分出去的差愈远，血缘的关系会差愈远，愈慢分出去的会愈接近。漳州是唐朝才对这个汉人政权的主体分出去，泉州是晋朝就分出去所以泉州话、甲官话、甲国语就会差较远，漳州话就会较接近你看即是漳州话念做高，甲台湾国语完全同款，沟通，漳州腔讲沟通，台湾国语嘛是讲沟通若泉州腔迄就是较古早的音，所以念做交通这个路甲流嘛是同款，你若念做路，就甲台湾国语路完全同款念做流，迄就是较古早的音念做流这个音其实是伊嘛毋是讲拢无变伊其实是甲客语迄个念做 L， 客语念做球流是 A U 个 A U 了 A U 这个客语的 A U 可能比泉州腔的 E O 更较古早就这个音来讲客语迄个 L 可能就是前身本来念做 L， 后来泉州人家己念做 U 这种一字有三个音，其中有两个是腔口差，有一个是白话音所以你若讲九甲九的关系，就是文病异托；古甲九的关系嘛是文病异托，但是古甲九这就是腔口差这同款即个音呢，拢有即款情形。当然有可能有一寡音咱即摆无留落来咱可能有诶白话音袂晓讲还是有诶泉州腔袂晓讲，比如讲中沪诶沪按白话音念做高。所以沪是漳州腔的音，那泉州腔照理讲应该念做休咱即摆伫台湾无人安尼讲，毋过伫澎湖因抑阁是讲休中休天摇摇要落休所以这是系统上是安尼毋过咱并是每一字每一音拢有保留落来过来拄则这是读册音有腔口差，白话音漳泉拢同款嘛有即个读册音拢同款白话音有腔口差的比如讲转换的转台语咱即摆腔口拢讲转当然有诶声调有悬有低无同款譬如讲鹿港腔就讲转我诶母语是白沙屯腔嘛讲转。但是不管是普通腔讲转，还是鹿港腔甲阮诶腔讲转，拢算是子弯第二声拢算第二声。所以咱若对即个音类来看，会使讲是共音，虽然听起来声调关系无共款，毋过拢是第二声。所以即字伫台语读册音拢一致，但是白话音这就是宜兰腔诶弯转普通腔、高雄腔念做转共即个音即摆
白话音共韵啦吼，读册音无共韵吼。即个讲吼，不管啥物腔，台语拢念做讲，但是伊咱腔念做关啊，白话音念做光啊，即个高雄腔念做光啊。这就是读册音无腔口差，但是白话音有腔口差啊。文本语读是安怎来？咱拄则已经拢不时咧讲吼，就讲白话音是即个语言内部家己慢慢变的吼。咱拄则一直咧强调，语言拢是会变的吼，无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拢无变。我较早嘛，就是讲我讲的话，甲阮老爸拢共款吼。后来我发现讲，阮老爸是有烟即个韵。咱即马一般人拢讲烟头前迄个已经落去啊。毋过阮老爸是讲烟，变做是甲华语共款，就甲咱即马教育部词典吼，词典每一个词伊会念互你听，伊抑阁是念较保守、较古早的发音。若拄着烟即个韵，教育部词典是念做烟，毋过咱即马大多数人拢念做烟。就是迄个 EAN 变做 AN， 迄个 E 落去啊，吼。我后来真少听阮老爸讲的话，伊是讲烟新鲜，毋是新鲜吼。伫两代之间都有可能有遮尔大的转变吼。而且是不知不觉当中，是我后来真少去分析，才发现讲，我讲的甲阮老爸讲的无共款，吼所以语言伫传承的过程，加减拢会有一寡变化，吼。两代都有变化，莫讲几百年、几千年，吼。白话就是语言内部家己变的，本土音就是去学另外一种较优势的语言语音学过来，吼。所以这就是文白语读最主要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吼。白话音是语言内部家己慢慢变，文读音是去接触到较强势的语言，去学因的语言，再甲这个音加入来本来的母语内面，吼。所以文读音拢会甲官话较接近，官话就是华语的前身，所以读册音甲白话音比较起来，你若用华语来比较，就会发现讲读册音通常甲华语较接近。因为伊本来目标就是要学官话，要学华语所以这个非台语读册念做非，因为好多话无分这个声母，上较接近的就是这个好，所以就把这个非变做非非是本来好多话家己有的讲法这个高是好多话本来的讲法官话念做好。因为咱台语的华语是好是好乌有，台语的乌甲有这两个音歹斗阵，两个袂合。台语的乌若拄着有，会甲迄个有接去不管是乌伫头前，有伫后面，还是有伫头前，有伫后面，台语拢会改变做乌因为讲说话的说，你若台湾国语就变做说，迄个有就无去来讲。躲避的躲，讲躲有嘛无去，有伫后面嘛共款，中后会变中后，变做有嘛落去这个收钱变收所以好多人去学官话，这个好就变做好所以文读音就甲华语较接近白话音念做高，迄个差足济声母嘛无共款，韵母嘛无共款这个读册音念做数，白话音念做煞，这是拄着字次诗这款音这个台语的声母，台语的韵母产生转变本来应该念做死应该念做死，但是死就甲迄个开始的死变共音所以甲伊的韵母小可转变一下变做数虽然是念做数，甲即个时音无共款，但是至少因拢是伊有语，
拢是高元音，就是喙较合的迄种音。啊，若白话音念做煞，迄个啊喙变足大的，这就是较古早的音古早的啊，慢慢变做 A， 再个变做 E， 还是讲先变做 O， 再个变做 U 这种语音变化的这个方向世界足侪语言拢有这款变化这种叫做元音高化，元音就是母音啦母音，高化就是讲喙齿本来是伫伫上低慢慢提悬到尾来到上悬的，就对变做 A 变做 E 还是讲对变做 O 变做 U， 这汉语甲英语日语各种语言拢有这种变化，因为念喙变较大，较费气力，变做 A 就较省气力一点，佮变做 E 佮较省气力还是变 O 变 U 拢是较省气力所以世界足侪语言拢会安尼慢慢变另外就是咱即马才个对华语遐新学过来这是较早期啦同款拢是对较强势语言学过来，这是差不多宋朝、元朝、明朝学过来这是咱最近现代才学过来嘛有一寡是明朝、清朝学过来这歌咱一般拢念做歌但是咱讲高强大汉，迄个高就是对华语对官话高学过来敢若出现伫迄个词这个字咱一般白话音念做长，读册音念做长佫有一个新的读册音念做长，长的音是较古早一点差不多这个字还佫念做刀，华语念支持，台语念刀讨的迄是台语保留古早的声母比如讲治疗的治，姓张的姓丁地音的地这个抽奖的抽，这拢是华语念支持，台语念刀讨，这是台语保留古早音古早念刀讨华语是慢慢对刀讨古早的刀讨慢慢变做低起，再个变支持，再个变支持咱台语念做强，就是伫刀讨也会变做支持的过程当中念做支持迄当阵的音迄当阵甲伊学入来当做台语的一部分，所以念做强所以咱拄则讲遐济讲文病圆读，表面上看起来是读册音甲白话音敢若两种音，毋过实际上有当时毋是敢若两种音因为咱拄则讲因发展的过程，就是讲即种话人母语一直流传落来当然嘛会变迄就是白话音的系统伫某一个时间去学官话学入来，就是读册音。但是学入来一段时间了后，伊嘛甲本来白话音连做伙连做伙伊会佫继续佫发展了后，佫再学着新的读册音，新的读册音就是佫加入来所以这个长就是较古早的音到某一个时代学着长这个音就甲伊当做读册音，但是佫较慢，佫到较新的一个年代，佫学着长的音就佫甲即个音加入来。咱即马台湾国语甲台语咱分甲真清楚，咱无甲台湾国语看做台语的一部分。万一若是台湾国语的迄个势力较大，后摆大家袂晓念长的音，嘛袂晓念长的音，即字就照台湾国语念做长安尼嘛有可能，即字后摆会加一个音，台语变做加一个长即个音这就是文病圆读伊个发展的过程这个长这甲这完全共款白话音拢念做长，读册音拢念做长，但是拢有一个新的读册音念做强咱只要讲高强大汉迄个强
啊，这个咱有一个元奖迄个奖，迄嘛是属于新的读册音元长香这字念做奖迄就是新的读册音。新的读册音有另外一个讲法，叫做正音正音，就是许多人就感觉做官的人讲的话就是较标准、较正，咱普通人讲的话就是较粗俗，所以就甲迄种对官话学过来音叫做正音咱看有一寡许多的书典顶头写的正音，就是这个意思。差不多是明朝、清朝迄当阵的标准音。当然，标准音嘛经过许多人理解，转换做有许多话腔口特色的迄种正音咱讲迄个北管北管南坛，因伫唱歌的时阵，伊就是唱正音因讲的正音，就是其实就是甲台湾国语性质真接近就是许多人去学官话学出来一种音所以这个南管讲的是许多话，北管讲的是官话所以北管的爱有读册人才看较有嘛会互人感觉较有水准迄拢是一方面是对家己族群文化无信心啦感觉做官的人就是较有学问所以官话就是较有水准的语言咱遮讲即个分别圆读就是无共音，无共音是差伫倒位声母、韵母、声调拢有可能其中韵母无共款的比例上介悬，大多数读册音甲调音无共款，拢是韵母无共款。拄则讲中国的中甲三点埔的定，中甲定敢若差伫韵母，声母甲声调拢完全共款。山甲山，光甲光光甲光酸甲酸，咱想会着凊彩想，大多数拢是韵母无共款，声母无共款的较少有一寡是声母好，标音科的因讲姓苦的，读册音念做喜，喜苦的喜标音念做苦也是讲口草的口，读册音是念做这个好是好这拢是读册音好标音科的嘛有读册音好标音高的，因讲行路的行，高山的高这种的这拢是读册音好标音高佫有读册音好标音褒也是褒的，这种拢是华语念做褒的，比如讲分钱的分，读册音分，军方的方，标音芳门芳的芳，读册音念做方声母无共款的有一寡，但是无像韵母无共款的比例遐尼悬大多数拢是韵母无共款声调无共款的上介少声调无共款就是咱拄则讲过，拢是出现伫落音的声母落音无声母嘛算落音落嘛算落音，但是华语念摸呢落日的迄款字声读册音是第二声标音念第七声因讲老年的老标音念做老永远的远标音念做拄则讲过加两个两读册音念做乱这拢共款。若是即个五甲五时嘛是共款，读册音念做五，标音念做五当然这毋是干那声调无共款，声母嘛无共款，韵母嘛无共款所以这是简单做分类啦其实对这基本的声韵调无共款，佫会使分出是声母甲韵母拢无共款的，还是声母甲声调拢无共款的韵母甲声调拢无共款的甲声韵调拢无共款即几种拢有可能
最后咱讲即个文白占词的判断，就讲咱要安怎判断讲即两个音到底倒一个是读册音，倒一个是白话音？咱拄则有讲过吼，读册音就是去学官话、学国语、学古早的国语学出来的音，所以当然就是甲官话较接近吼。所以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甲华语较接近的，通常是读册音。像咱拄则讲分方甲分方，迄是因为好多人袂晓发分，所以拢甲转做分。基本上分方就是分方，所以迄就是拢是读册音。你若是讲芳，迄就差较远吼。迄就是白话音。即个转换的转，甲华语转换的转，因为好多人袂晓发更字音，所以甲转变做转，所以迄就是读册音。念做转，迄就差较远，迄就是白话音吼。咱拄则讲是安怎汉语10大方言内面，好多话是读册音甲白话音无共款，的比例占上悬的，因为好多话就是本来的英文系统就甲官话甲华语差上介济吼。所以因为差足济，所以伊本来白话讲法甲新学入来的音就分甲真清楚，所以两种音拢会保留。你若是客话、广东话，因甲官话就较接近，所以有真济就直接照因本来讲法，就甲官话差不多吼。所以客语有读册音甲有白话音的比例比台语减足济吼。咱台语1、2、3、4、5、6、7、8、9、10、100、1000除了迄个7甲1，咱拄则讲迄2字是不共字的吼，袂使讲是文白圆托。2甲2嘛是不共字，2是2，2是2。再来3甲3、4甲4、5甲5、6甲68甲8、9甲98甲8、10甲10，每一字拢有读册音，嘛有白话音，但是客语就真单纯1、2、3、4、5、6、7、8、9、10，每一字拢干那一个音有的是保留白话音，比如讲5念做但是大多数拢是保留读册音因为客语甲官话本来就真接近这是安怎这个台语的读册音甲白话音有遐济无共款若照常用字来看，差不多有占1半左右要到1半。当然你若甲无常用的字把它夹落去，安尼读册音的比例会搁较悬咱时间差不多最后我想剩3分钟，留一个时间互大家看有啥问题，有啥物意见大家讨论者。本来上尾只还有一个是要练读册音大家看卖毋过这伫我网站内面有大家若有趣味会使去听看卖。最后剩3分钟，时间掌握了无好咱就到遮为止好，安尼大家有啥物想法，有啥物意见无？真多谢咱的罗教授，我今仔日我真感谢咱的罗教授，透过竟然用阮我甲伊叫毋着名伊踮咧笑的，拢无甲我改你真正是非常多谢伊足忍耐的叫毋着我想咱今仔日实在是学习足济不过我想我有一个感想，就讲迄就是敢若。伊个文白音无共款甲腔口无共款，所以是拢对呢拢因为拢嘛有安尼讲法不过老师是讲较正宗的也是较迄个官方的我感觉今仔日相信大家有真济学习头尾已经有人举手迄个保育是无？头尾是毋是保育？这老早咯。那个罗老师，歹势者，你那个。喂，小等啦，罗老师已经毋对你头我无认真听，我有认真听。
是乐教授，乐啊，乐教授，不是对吧？乐教授。对，啊，我做。我比你较认真哦，我比你较认真哦。好，来，我再读学的所以歹势。迄个有一个 PPT 吼，屏东的后一个 PPT 老师，我袂赴抄啦，老师会去教我一个无？啊，你讲屏东？后一张。啊，后一张？毋对，有一个大人。大人大人。读倒。应该伫遮，这个叫。搁顶一张，大人大人。歹势。毋是即张。我会记你讲第3张的第4张遐。第3张还是？读倒第3张第4张迄张。我看者，后一张。对，感谢老师。好，谢谢。嗨，多谢吼。抑阁有人无紧诶，已经时间到呢。我想老师，真多谢伊讲伊本来抑阁要阁讲腔口，结果无时间啊吼。所以老师其实是足侪报吼，咱阁继续来学啦。咱即摆阁有一个迄个合约是无？台中。刘大姐，你好。你好，罗教授，我请教者吼，我一个问题困扰真久。小兰，你叫什么？你叫什么？罗啊。好，我即摆认真啊听吼，好来。我有一个问题困扰真久吼，请教者，咱语词的结构，迄个要安怎去分辨，伊是属于倒一种、倒一类的？这不加复杂吼，这咱故事法有真专门的一个学问，咱伫遮无遐济时间通讲啊，无你。甲我做朋友，我会使甲一寡资料传互你参考。好，我要安怎甲你教？拄则讲的吼，就是用我台罗拼音，毋免拍声调 ，K A 一个番线 P H I N G 加平吼，生是 L O H 吼，找迄个 F B 找即个名，甲我做朋友，咱就会知。好。爱甲我讲你是咱即场的一个朋友吼。好。多谢努力。所以有认真上课的人，才会当有即个福气哦。无老师是无要甲你接的哦。吼，头我老师就事先就有交代哦。你若无讲吼，伊就是无要甲你看吼。这是应该吼，因为你有认真，所以会记你爱先讲你是有参加咱的线顶的即个课程。咱非常多谢。来，抑阁有人举手无？抑阁有人无？紧唱哦。抑阁有无？有啥物人举手无？如霜是无？有老师，观众，我要请问嘉平老师。嘉平老师你好，我是如香吼。我请问嘉平老师，国语的真跟詹两个姓，伊的台语念法定定会分袂清楚，会请老师讲一下无？多谢你。这真趣味吼，迄个。姓庄的台语是讲姓庄，毋过华语迄个庄台语是讲詹，华语的詹天佑詹台语是讲江，拢转一位哈。华语的庄台语是庄庄卡的庄华语的曾国藩的曾台语是詹詹华语的詹天佑的詹台语是江。江，嗨，好，多谢。阁有啥物人？阁有啥？慧敏。好，我伫遮。馆长你好，教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教授，就是迄个，那像头拄啊，咱伫要结束的时阵，教授有讲的吼，讲迄个客语较少有即个像咱台语即个。迄个差别较济啊！安尼因为有的人讲吼，客语较是古早的迄个官方讲的语言。这就是我拄则一直咧强调的，无论台语，无论啥款语言，无可能拢是同调的语言、双调的语言吼，甚至有人讲是周调的语言，迄拢无可能啊！相对来讲，咱会使比较对吼。毋过若要比较，咱嘛是爱分类来讲。就是讲，某一个音可能是台语保留高音，但是伫某一个声台语就走音走足济，像讲华语的了，
华语的了甲古音是上较一致的，但是古音的了台语会变成呢，比如讲烂去啊，华语是烂，迄是古音的了，但是台语变成呢，台语嘛有倒变的，古早的呢台语变成了，比如讲少年的年。古早是呢，部分华语就甲古音较特别。咱你看拢讲，台语拢保留古音，华语拢走音走足济啊，拢无入声毋过这拢爱一类一类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拢是台语古音，华语拢毋是古音，客语嘛是共款，来看是倒一类。若整体看起来，当然是台语保留古音的较济嗨，也佫。多谢吼，也佫有人要讲要问无，赶紧诶，若袂赶紧举手，把握即个时间，有无？吼，咱要看伫线顶嘛有超过100个，所以上无200-300人伫同时伫上课吼。我想会晓用即个就是你诶福气，希望大家今仔拢有真侪。迄个学习其他诶毋是干那学习就好，就是爱用，然后爱去推动，互其他搁较侪人知影。希望伫后礼拜拜二搁开始后礼拜拜二另外第5场，就是咱诶林淑美老师，伊要伫后礼拜拜二拜二就是咱诶迄个。安住老师负责而且我想讲，咱借即个机会，多谢咱的罗教授，多谢其他所有伫在场的，也是毋管伫 YouTube 顶面伫外看遮大家拢真多谢你，然后嘛多谢咱关怀文教基金会遮干部，因分头有足侪人拢伫咧顶动甲大家来服务，非常多谢。另外呢，大家若看阮即领衫水，希望大家会当穿咧到处拢去共先煞甲人鼓励互咱大家这毋是咱关怀的工课尔，是咱大家共款，大家每一个人共款拢要紧，才像咱的罗教授，足个认真去做遮尔济研究，遮尔深入，嘛互咱将伊的宝藏足侪智慧传互咱。我想你嘛有责任，就爱去互其他的人斗推动出去而且我想咱镜头出现一个好无？然后做伙拍谱甲咱教授讲多谢敢好。我看赶紧的，大家镜头开出来，甲咱的教授讲一个多谢好无？拍一个谱。多谢。然后大家会记哩你若要甲老师交朋友要请伊甲咱指导你就会记哩讲你是有线顶做伙上课学习的，安尼伊才要插你无伊无爱插你阮的即个喙暗就讲讲台语，我才有爱你讲台语我爱你，你若无讲台语就可能就无爱你所以伫遮欢迎大家若来咱园区参访，你就嘛会有得到即个喙暗其实就是讲阮上各种的办法就是直会当安尼，互大家去记着讲，咱家己的母语是真要紧的。我想你嘛有责任通推上去。多谢大家，再会。谢谢陈静，多谢老师，再会。再会，多谢咱的罗教授，多谢，多谢陈静，多谢，再会。再会。主持人，请问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上课影片如果在 YouTube 之后还要再看，还可以再看得到吗？会当，还是可以吗？那就 OK， 谢谢。我来去推下去。即马因为阮即马工课伤济，可能一礼拜后以后，阮以前是随落去的，即马做袂去因为阮即马现主是在办即个趣味文化营，所以所有干部拢无用去，所以检查爱一礼拜后才伫线顶，恁会使搁学习然后我会使互其他人知影，互其他人，因为这个讲得很好，谢谢。谢谢，你拢讲得真好，今仔日特别好多谢，谢谢。我会甲我的干部看起我的面册啦，我会。好，谢谢老师，谢谢教授，谢谢安导演，谢谢，拜拜。若要订衫的人，就爱讲 size 无阮毋知影你多谢教授。
嗨，多谢，谢谢。多谢。